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Jessica。想住得靚又要交通方便，真係唔知揀邊度好啊！今日我哋就嚟火炭站3分鐘做到嘅御龍山介紹一間2房嘅單位，實用面積係534尺，非常之市正嘅間隔，長形飯廳嘅設計擺放呢非常容易啊！單位屬於高層嘅，成個南半山嘅景都望晒㗎喇。你睇下幾開揚，又有翠綠嘅山景，